讲倒一间的千金呢？就是我应待呀，是你？的小妹，喜妇的娘兄来你为妻，老怨无言呐。几家人怎能随地哦订婚啊因嘞？年纪可有甲我照近，我该回乡啊，紧的来母亲嘞。小妹啊，甲我是双胞胎，迄个面貌真成，久啊应待。伊性情温柔又可爱，娘兄你若有意，就到阮兜来。贤弟，你一路多比论，原来是有意想要联婚，姑娘实在是头脑笨啊！你却唔通走对的我有，上前礼拜啊！谢美丽，阮年纪变啊，伊重心啊。万事千秋，岁岁不尽。娘兄，你无忘阮这家来去求亲啊！贤弟，天时已经暗了，娘兄，请留步。贤弟，三quân千里，将士一别，娘兄，你就不必再三。贤弟，你就保重。娘兄，请你家己爱定定。赵相公，相公，你都爱甲保重的。贤弟，两平归家，纯属
是用战交都知道，一切经每句在对，并决伊就应答。三在地当初，往日来当多也当初。乡也不离东来往故，了如今阮世道。自将色你回家转，单独去风景代替看。当事早，爱拄连婚你加天涯，留兄待我情事海着，你面情口难开。明月的歌歌，在天空啊，好照一个人啊家。师表，三平，看你这几天心魂不定、闷闷不乐，到底你是为着什么代志？我是有一点仔伫咧想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是伫咧想家乡啊。既然若是遮尔啊想家乡，不如你就请假开工，会用转去看卖啊。多谢师表。是毋是爱我向你老师讲一声呢？师表毋免。既然也毋免，也已经真深咯，你较早休困。是。三平，师表，我有一件事是要问你。也已经真深咯，你较早休困。是。
师庙，我有一件事是要问你。请问师庙有无指示咧？向前喊桥门主打，意思你记互你猜。伊是男是女，你敢袂了解？师庙，你即马伫咧讲啥人呢？是你山寨东窗的赵英阿达。原来师庙是师的应台啊，男女名好用猜，伊甲我当初记山寨，应台怎会是女君才哦？伊临行正经来告别，受过甲娘家来量练伊，伊提出一款为宾信，讨我替伊来做宾仔哩。应台有的受几帮啊，自愿为媒甲我配成双哦，伊哩嘛行正经对我讲啊，师庙应台毋是女方装哦。你自台毕竟是自台，往你头子又搁在，毋知伊对你早有意爱，你愈思情扣人开，搁将彼妹为地栽。是你自台来袂晓猜，毋知查某囡仔心内带，酒妹就是啊，迄个赵英阿达。就是咧，应台是女娘。是啊，伊曾经伫咧寺庙面头前承认过，才拜托我做这个媒人。应台这是查某，东窗山寨，山寨东窗，我竟然毋知讲应台是女娘啊！娇妹就是应台，应台就是娇妹啊！伊做假做媒，得要嫁互我。恁两个人既然有婚约，你应该早日到祝家去求亲，明仔透早去禀告老师，下山去访英台。多谢师庙啊！师舅，舅啊，进来！进来，进来！师舅，官人，赶紧，赶紧！我多困迎你。咱明仔载透早就得要下山咯。啊，官人，咱要转去是？毋是要转去，咱是想要来去祝家访英台啊！啊，咱要去访英台哦。是，舅啊，英台是查某的呀。啊，英台是查某的。是，赶紧，赶紧，我多困物件。
来甲老爷甲夫人提亲呢，一定是刘小公派人来啊！唔准你乱讲。我才无乱讲呢。小姐啊，等你即马唔就会当放心啊，唔免规工为着即件亲事，心肝内伫咧闷闷不乐。阿爹，伊是毋是有答应啊？一定有答应的，因为我有看到老爷甲夫人吼，伫咧后厅的所在，安尼有讲有笑，好亲像对即件婚事真满意哦。小姐，恭喜你！老爷来啊！真是喜事，天大的喜事！阿爹，阿娘，免礼免礼。英台啊，为父才伫咧关心你的婚事，偏偏今仔日就有人来提亲咯。阿爹，是毋是答应啊？当然啦，门当户对，免哪会无答应？唔知爹亲将女儿许配哪家？这门的婚事毋是平常，讲起来，女儿你一定会知影，就是本府太守之主马文才。